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了哦。恁今日运动了吗？请大家放起来，同欣赏来听通哦。今日欣赏一个大家的是热火有氧，恁准备好了吗？请大家放起来运动的哦。南浦本来哦。前面行，感受你的脚，抬起来哈，然后呢，压高一些咯，尽量靠近你的肚子。快快哈哈。两条3、4，前面跳不来手，哈，老两前面，再100手，哈。跳夹掉，转天空来，往前。天空來，天最高。緊跳本來，左右擺動哦。前面一前一後，往前。緊跳過去，打出應用，用力咯，感受你腳，開始咯，夾得開始，不用數。有那兩條，天氣南浦，它並不不矮，兩個它並，打手唔嘅數。我人看呢，好不好冇？人看呢，大口來。你人我做慢咯，你聽我啲一條，電工一條再拔下來，唔佢都一般都拔下來哦，按你通咗我確實到你上面。再拔下來，做呢事，我上面一條上面再下來，試佢哋先啦。揾片，揾嗎？加上它並不哦，嚟。前面前高叉6個菱形步，前面前前
了脚目打结了哦。交叉前面，交叉，好，再打过来，第后背，慢慢调上来哟，好背吗？速度变快了哦。来，开始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腰间。变顺的肩条，肩条变顺，你越夹，好快吗？记得你胸条莫变硬硬哦，变顺，好，手变顺，不是特切弯的，僵的，好，变顺，你手可以慢慢。用手的数字上侧，用手，你肩条没变硬的哦，前后哦，有可能性，可以吗？来再一摆哦，菱形步，来弯偏是可能性，再弯偏。很松哦，弯偏。再来第前面行上步，1、2、3，扭腰，脚打过来，双脚不用诶。感受我们扭腰左右哦，左右左右，身体左右摇摆，还有轻松了哟。好快吗？慢步，前点，恰恰恰恰，前点，恰恰，跳2下哦。跳2下，慢步恰恰跳2下，跳2下，加上的数1、2，跳2下，跳2下，跳2下，好，夹个口是，加上腰间。好，踏步，继续，好动作，好快吗？大家从头开始哦，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准踢踏步，感受我们是挖拳哦，周期。菱形步，同肩，不用松，尽量不用松哦，加油哦！前面行。左右
左右。左右行，轻松的摇摆。慢步恰恰准备慢步。好不好吗？嘻嘻，跳起，来做个缓和的伸展动作。打口来，嘻嘻。配合你的呼吸哦，下弯撇。上面整出来，放松。低压腿，腳伸出來，伸出，有腳，飛龍打出咯。人來彎天，加油啊！腳一伸出來啊！來有腳。中間，嘻嘻，好多動作，你好歪嗎？好歪啊哈！接下來請能同欣賞來學新的動作個，南步，身體自然擺動。打過來，好好來。等下緊條本來哦，緊條，過去，冇聳肩咯，你打出去地面，左片，右片。加鬆一腳，緊條變鬆。緊條，舒張，舒臂，腳嘅開始，加油啊！好，你緊條變鬆，從下。加鬆一腳，手背接我，從容一俾安尼打開，好來，都是順來，轉跳，轉開。數字變數，
跳下面，上上下下哦，平上，中步下去，再下，加个开始来一，上上下下，平上哦。上去冇，可以冇？唔怕停到，慢慢嚟做。用手去脚趾头。夹嘅痛下來，準備。停手好。再來，跳，跳事業，再合空來，跳。打開來，4、1、5、2、3、4，合空來，1、2、3、4，來哈。訓練你下半身的肌耐力，繼續，身體。很多你慢慢的做，唔怕。夾幾個？1、2、3、4，合空了。1、2、3、4，很難過。嘻嘻，然後動作夾過去。做唔到你唔怕，可以休息一下哦。好，立字步步，可以。双手，上面去保理。喂，停鬆來，可以嗎？停鬆嘅嗎？加油哦！能步步來，休息一下，下來再學新的動作哦。繼續呼吸哦，調整一下你的呼吸，喘一下，踏並步步來哦。能步，兩個半點。在聲音的衝出視野，好，那自由式，等下打上的自由式要蛙式哦，先自由式仰式，完片，有。好不好嗎？下邊中間，等下你連續夾嘅哦，踏並步準備哦，加游泳手哦，先一個蛙式，再一個仰式，好，準備
去。轻松啊！好玩吗？南部，嘻嘻，调戏。慢慢的去上面，水深色，好十指交扣，你上面绑，当然你可以上面绑一样的，延展你的手，后勾脚。手表面的脚，你要抓手块表面的脚趾条，可能是你个趾条伸伸嘛，冇伸出去，啊，提示压力伸出，就空了。弯贴弓箭步，伸出十指交扣，闭上面。丢，是上车，不再手头表面脚趾条，慢慢的过来，嘻嘻，调戏，唱一下，等下全条开始咯，准备好了冇？准备好了哦。两条不爱哦，左手哈哈，放松马步跳动，准备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打头了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南步。再来上上下下，速度里哦，很记得吗？鼻子，我必须调戏哦。踏冰就是耶。嘻嘻，歪吗？不是喜欢的哈，如果到好呢，记得咯，要补充你的水分，吃好呢哈。通知，你好歪吗？好歪哈，挺同，俺能孩子那个掉。